亲，咱继续要来讲这个连滚啊降落大雨，苗栗造桥平兴村的主要的道路大走山，这个大地土石上落来车路，这个下杀烧钱的力量，嘛甲挡土墙削到，点啊加路嘛钱价压起来将近一个人的悬，当地乡亲拢着生惊，大家拢来西横路。村长讲，这届这个走山是相当的严重，已经有60-70年拢无看过这么啊严重的崩山路。路口敢是去翕到伫路仔边仔山坡树林咧摇刷来对路仔杀，挡土壁嘛挡袂牢，伫土块点仔架嘛开始闭起，刷来规个土石树仔拢崩落来，甲规条路拢抬起来。对空翕镜头看，崩落来面积真宽，规山头都安尼直接减一地。发生走山的地点伫苗栗造桥乡平兴村的主要道路，当时大量的土石落到路仔嘛已经先清掉，暂时单向通车。当时走山土石出来力量，嘛大甲甲规个点仔架拢塞甲碰起来，碰甲超过一个人的身悬。居民看到崩山嘛，该行别条路。走山溜下来啊，把那个柏油路都压起来。都很震惊的。村长来勘察，看到状况嘛，感觉不可思议。60-70年就没有那么严重过。这下大雨，那个又顺向坡后，所以就容易滑下来。目前新包乡的城顶更崩，偏面阁有土石落落来，撞到人车。大雨嘛造成中华和美镇这条路闭开车路。甲铁管插入去棚内底有30公分，车落估计差有20公分。点仔架壁有100公尺这么长。居民讲这条路毋是头一摆闭开。迄可能以前就做这保嘛吼，所囤的土摆的。3年前嘛捌闭过一摆，想袂到这摆风台拢摇袂来，无挡过这场大雨，都搁闭开。官府嘛讲会赶紧甲路修好，嘛会请专业技师来研究目前的结构安全。若是要大规模的工程修补，会搁送交予管府处理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